李教練啊，我想問一問你咧，你希望政府咧點樣推動呢個獨木舟嘅呢項運動咧？多啲投放資源咧，俾一啲體育嘅總會裏邊咧，能夠首先係從呢個青苗嗰方面咧去發展，然之後咧就話喺一個嘅運動員咧，佢哋嘅有潛質嘅成長期裏邊咧，投放多啲資源咧，能夠令到佢咧就轉為一啲所謂專業嘅訓練。所謂專業嘅訓練咧，就好似例如係喺個經濟嗰方面裏邊咧，係支持佢哋係2至3年裏邊咧全力投放個訓練咧。咁我相信咧喺亞洲區好，或者喺世界級裏邊咧，佢亦都係會爭取有好多嘅成績。咁相對嚟講，大家亦都會有個例子，好似黃金寶啊、李麗珊咧，佢哋咧亦都係後期裏邊咧投身於一個專業嘅訓練裏邊咧，先至能夠係爭取到係好嘅成績。如果你一個業餘嘅性質，一日只係投放1個小時、2個小時咧，而想達到一啲世界級嘅水平裏邊咧，我諗係冇可能嘅事嚟嘅。咁你覺得獨木舟咧呢項運動咧，政府咧對呢項運動咧嘅支援足唔足夠咧？支援足唔足夠咧？我諗相信大家好多嘅人亦都會睇得到。如果係資源足夠嘅話咧，我哋香港咧有好多項目嘅運動員裏邊咧，亦都係會攞到獎。如果咧你可以睇得到咧，如果攞得好多獎咧，政府亦都投放咗好多資源。相對嚟講，大家睇我哋嘅祖國中國，佢投放嘅資源裏邊相當多，佢先至能夠係攞到咁出色嘅成績。一個嘅冠軍、奧運冠軍或者係一個世界冠軍裏邊咧，一個運動員咧，佢最低限度投放嘅資源咧，起碼有成3000幾萬。背後裏邊咧，當然係包括有好多嘅支援啦，一啲科學嘅支援啦、教練啦，同埋呢啲嘅心理啊，同埋器材嗰方面咧，係好多人嘅支援。李教練啊，而家我哋就問你平時生活就會做乜啦？咁我就想問你，你平時會食咩嘅咧？我平時咁大家都會見到我嘅身材啦。我通常咧都係比較上係多菜少肉，食多啲生果，飲多啲水，做多啲運動，咁會 fit 好多噶啦。我嘅身材裏邊咧，差唔多20年都係咁樣嘅身材，冇變過。我想問下你喺度你學獨木舟嘅時候有冇遇到乜嘢？有冇試過受傷咧？有啊，初我哋訓練嗰段時間咧，一啲嘅體育嘅理論同通論咧，常識裏邊完全係唔識嘅，所以好多時咧跑步啊、落斜路啊嗰啲咧，完全冇呢啲所謂嘅運動力學嘅常識啊，好容易咧係導致到咧我哋咧通常咧啲關節啊、啲膝關節啊、啲腳腕啊、啲肩關節咧手腕啊都好容易受傷啊。所以後期裏邊咧，我當咗教練之後裏邊咧，就一路咧就都要自己要進修讀多啲書睇多啲體育嘅理論裏邊咧，就能夠係矯正翻我哋以前咧所學嘅不足啊，變咗咧就對於日後咧我自己做運動或者係教一啲嘅運動員或者教啲學生裏邊咧，佢哋咧受傷嘅機會咧係少咗好多。如果一個運動員受咗傷咧，要等佢復原嘅話咧，咁亦都相當長嘅時間，起碼佢停咗2個禮拜啊1個月咧，唔能夠訓練。咁直至到佢開始訓練翻咧，咁比冇受傷嗰個人咧裏邊咧已經係慢咗咧係幾個月嘅退步咗㗎啦。所以千祈就唔好受傷。我想問下你平時中意做啲咩？我咧就因為我唔係運動員啦，所以我平時做一啲嘅運動裏邊咧，都係比較上輕微一啲，做一啲自己體重嘅運動。例如咧一啲嘅單槓啦，啲引體上升啊、掌上壓啊，或者做一啲 sit up 啊，一啲係一啲嘅弧度跑啊咁樣咧，或者係喺水嗰度咧跑一啲比較上長途一啲嘅路程嘅練習啊咁樣，會對我自己本身咧就會係幾舒服下嘅，而且又幾健康下嘅。
咁我哋就講下將來啦。咁咧，如果你假如會退休後咧，你會做啲乜嘢咧？我冇諗過退休呢個問題。所謂退休啊，即係話我唔落得水啦，我唔教得到學生啦，咁為之係退休。我諗我就冇諗過呢個問題。我一路咧就話年青嘅嗰段時間咧，教一啲運動員啦。而家我稍為係所謂資深一啲嘅、年長一啲嘅啦，我哋係教一啲嘅教練，等佢培育咧跟住落嚟嘅嗰啲嘅下一代。咁我嘅目標就係咁樣。所以你問我退休，我根本冇諗過話會退休。除咗做啲獨木舟嘅活動之外，仲有冇其他嘅興趣？其他興趣睇下書咯，睇下啲有關於運動嗰方面嘅啲書籍咧，係會幫到我哋嘅。咁同時咧就話有陣時都會睇下啲小説嘅，有時叫調劑下，就唔使咧就日日都好似望住啲運動員訓練咧，個頭都大晒。咁有時就話會炒下啲課外書籍裏邊咧，諗下一啲嘅新嘅方法裏邊咧，係搞一啲嘅運動員，或者係搞一啲嘅學生，因為等佢咧就興趣大啲。咁同時咧，亦都係會玩下其他啲嘅輔助嘅嗰啲嘅體育嘅嗰啲嘅運動嘅。咁你喺遇到困難嘅時候，有冇諗過放棄？如果遇到困難咧，我放棄咧，你亦都見唔到我喺度接受你嘅訪問，我係唔會放棄。有困難嘅，我哋係要想辦法去解決。跌咗落嚟，我哋要自己起翻身。你唔好係要求咧其他人就走埋咧扶你起身，最好能夠自己起得到身咧，自己要起到身。咁咧，你個目標裏邊咧係會好好多嘅。好嘅，今日我哋咧到訪問到此為止啦。咁大家都向你嘅身上邊學到好多嘢學，咁希望大家下次咧就可以同你傾